好，来继续来看这间的庙寺是新北市五股的和信宫。为着要来填辛苦的农友，专工向新北市的果菜运销公司来买600箱的旺来，而且佫把这个600箱这个回赠予新北市的政府，发送予弱势团体，邀请大家做伙来做公益。和信宫伫北极先天上帝圣诞的情调，嘛特别邀请到棉花园来表演，由这个孙翠凤来主演。这个庙埕看戏的观众是坐甲满。新北市长侯友宜嘛做伙来看戏。市长讲，10多年来，伊是头一届伫新北市来看到棉花园总团的大戏，嘛希望先天上帝保庇台湾。庙方讲，今仔日农历的3月初3，有真侪信徒拢趁今仔日向先天上帝来拜寿姑、甲发财金，祈求平安。